成功转正后，我每月的工资从税后4500涨到了税后6800，单位给买五险一金，但总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转正之后，工资比我预想的低呀。你预想多少啊？保底2万吧。多少钱？你这不是预想啊，你这是做大梦啊，朋友，快醒醒吧！那外边不都这么传吗？那外边传的你也信呐？都是瞎扯的。你想啊，要真正如实宣传的话，同学们，快来报考殡葬礼仪专业吧！毕业之后进入工作岗位，会遭到各种亲朋好友的嫌弃，对象只能内部消化，每天累死累活，1个月工资7000不到，这样行吗？能有人来吗？也是。小月，师傅，明天你不用来了啊。为啥呀？为什么呀，师傅？我这不刚通过面试吗？我最近也没迟到啊。是啊，工资的事儿他就随口一说，也不是真嫌少。对呀。抽你玩儿呢，你这不清楚。师傅，师傅您可真幽默。这么大？是啊，好像挺沉的，慢点啊。张副馆长，哎，到了，来了。慢点，别磕着。轻拿轻放啊！好，这花了不少钱呢啊。放心吧。开心吧？嗯。谢谢您批款，这对我们的工作可有帮助了。我跟你师傅说了，以后3D 修复这块你来负责啊。你不光是自己要熟练的掌握它，你还要把其他人都教会了啊！加油啊！加油！奥利给！下雪了。哇，你看我们这。根据以往经验来看呢，猝死一般发生在冬天，今年又是个寒冬，温度每降低1度，心梗的发生率增加了2%，所以今年春节咱是甭想消停了。难怪姥姥会说年关难过了。冰箱冷冻室我真用啦，小四川送你的。特供雪人儿。哎呀，你慢点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洗完这沙发布，你下次我洗。咋了？我下了春节回家抢票的软件，刚刚又告诉我支付失败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回不了家了。你刷新多刷几遍，有的时候有人退票，你还能捡漏。还是你们俩好，家就在当地，想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。是啊，姐需要的不是票，我需要的是男人。没有男人，我连回家的资格都没有。陈发也不是现成的。你俩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陈峰算老几啊？陈峰。哇，香肠，谢谢陈发姨。简单给你的。又从小四川这骗的吧？什么骗呀？我是刷脸刷来的，我知道你好吃这口，6根，不会我再给你刷。您这是跟新对象又黄了吧？咋的？这次我是朝阳还是晚霞呀？心意我领了啊。但我最近发愿了，吃素不吃肉了，拿回去吧。
随便。啊？呀，那钱发的什么愿啊？真的吗？你说真的？啊！太好了，太谢谢你了，杨林，你帮我大忙。没事没事，小事情啊，没事。咋了这是？三月，我能回家了，抢到票了！吃口香肠庆祝去。走。三月呢？喝喜酒去了。喝什么喜酒？吃饭。春节我陪你吃饭吧。不用。有人陪啊？对啊。谁呀？你管呢？你是不是有新的相亲对象了？什么时候发展的？你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干嘛要跟你说呀？我们朋友啊。朋友就朋友呗，打听隐私干啥？我请你们俩吃饭。不必，吃得起。帮你把关。